经典的艺术家，经典的作品，经典的电视呈现，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。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，我是张芳。七派是戚雅先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，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就有雅歌满江南的美誉。在1988年7月，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了七派艺术研讨会及演唱会。当时戚雅先亲率众弟子登台献艺，众多同行姐妹们也齐来祝贺演出。整台演出剧目丰富，加之姐妹剧种艺术家们的助阵，使当天的瑞金剧场热火朝天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当天的盛况。亲爱的观众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今天请大家继续欣赏戚雅先越剧流派艺术演唱会。今天呢，著名沪剧演员杨菲菲、著名戏剧演员梅兰珍也特地赶到了这里，参加祝贺演唱来了，让我们欢迎。老姐妹得来做一本对呀，一早那去爬长墙通着妹，不断唱心更光彩。下面请大家欣赏晋安越剧团的朱祝芬演唱的历史剧《文姬归汉》中的《劝香》选段。三姓诸位大人听令。
是老夫迎你归国，总算是愿意上了。你为何不唱下去了？神仙，你家为母长鼻涕，心里激荡难平静。我家门正在兵，离你在来绕民生，有多少地外人教徒，有多少高驴赶回人，有多少老人生子女，有多少儿童离伤情，有多少兄，有多少弟，有多少冤，有多少恨。本既是亲生长女被同生，历经最难过来人，神仙啊，举高来我传令下军令，送起军，天下不是好运，万民战士难同生，革命是比金元生，要生我难人生，愿神仙团团三头身，痛苦来听听，回不来我就本期复生实得有理，老夫这就虽为见礼。谢神仙。各位观众，相思树也是栖雅仙50年代的名句之一。
80年代重新谱了曲。今天呢，由七雅县的女儿虹口越剧团的傅杏文演唱《相思树·带郎归》。二郎就要回来了，待我细韵跟我一三遍了。白马上面上青山，穿上新衣呀龙章，倒不是新来送葬，送一个巧妙花季。已经
好，会人马听，一律喜配上铺认真，美句认真，凡于目者，非真的用兵。各位观众，著名的滑稽演员周伯春也参加今天的气派演唱会来了。下面我们欢迎他表演节目。一次来我是来作舞，二次我是来熟悉来的。我现在也来唱两句切拍唱腔。我是船上唱花队的，有两讲我周伯春唱花队唱得比较文雅的，对的，人家才叫我文对的。徐郎，
啊，徐郎，后头才是好朋友。为妻子，请你把助我妹婿，唱得不大像啊！我说哪能下头反应啊？没我说。江人远离东府下山走，为了你杀生忘记脱了，这太紧张了。杀生往事道心肠，为了你塞满金山发海端，为了你不听亲儿俩言劝，为了你断桥昂把情儿女。下面我们欢迎著名的独角戏演员杨华生表演节目。接拍的好处是一个字，伊拉四龙交关的，我接一个字，啥个字啊？地，一个枪挪了地，明明地，地精精，地精精。那听切拍了，嘴巴里觉得有地面的，不仅地，我还发现外加为西，嘴巴里有西面的，那还有觉着嘴巴里好像这个小开呀一样，越来越细。有戏，当然戏了，不是夸张。要发戏，哪能好叫切下戏？伊拉讲我杨华生学切下戏，学得比切下戏还要戏，侪讲我像伊督戏。有两个讲我像潮汕戏，不管伊潮汕戏、伊督戏，反正只要戏，那不相信，今朝我来学脱一段切拍，那搭搭味道看，到底戏不戏？现在我要大唱一唱。连动作身段统统拿出来，一台伴奏。这个切下去了，培养思想感情。三季不必累，上流三夫一来听容头观察十担米八斗，你在也要读春马青，谁得是来？你这样我谁不是来？你这样
我丢啦！玉蜻蜓是西雅仙重登舞台以后新排的保留剧目。今天呢，由南京越剧团的朱令和周密演唱《玉蜻蜓》中的任子。娘。
家知道，玉蜻蜓、玉堂春都是七派的保留节目。特别是玉堂春中的苏三起解的专场，更加集中体现了七派的演唱特点。现在呢，就由静安越剧团的金静和秦二红为大家演唱。是什么的良心他恨？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插门？平常日生计所盼出无奈，过着分离伤心啊！儿哭问百上良心，他不给万万你不成情，我为他争得多少鲜花人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意灵啊！宝儿是女在可笑脸，你不结婚莫上门。姑娘年轻当作要件事，到生老之王去当做马路生。干什么良心是什么还不是王军把人还人啊情啊！三苦问府上生意令，他不给表院打来一对情，每人两人300两，害我3千岁金这种人真是该死，一两不出尽其3起4起。亲夫君与妹同团关红梦园，害我冤枉黑呀山。这
为人讨了2个女人，自然要引起出海风波。苦问300衙员也看场一将素当当秋来早生上言道：千里主官这为谁？鬼不团长岂不要愧杀老本？你不找他只好用刑，他也当你去找，他的当也许退了。苏三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不要死又想又哭这红红短的什么？洪洞原来无好人？哎，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好人喽。来来来，将这锅打上。我一句话儿出残去，滴滴一把路起身，我追上前去忙回。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弟弟，去吧。弟弟慢来，昔日怪的姑娘，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日，在城前立下誓约，事情待我先去做告人哩。是也好，去吧。1947年，戚雅仙和徐玉兰演过一出悲剧，叫《乡间泪》。刘伟，你看过吗？哦，我听说过这出戏，但是没看过。你当然没看过，那时候你还小呢。
先生你许多问，去万三不尽。他已经在
自然在公平，可下青山快金旁，不为娘。先生栽培一批新那也由他去吧。这在路际去我哪里？必须要不怕艰难与前行，尊重诺言之下用坚定。先生，我此生就不离先生。七派源于元派，七雅仙曾有元派小花旦的美称。是的，经过戚雅仙多年的刻意追求，终于在越剧舞台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七派。我们希望今后在越剧舞台上出现更多的流派，使越剧之花开得更加鲜艳。人生有涯亦无涯。尽管从80年代末开始，戚雅仙渐渐减少了舞台演出，但她对传艺育才、提携后辈却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使一批青年演员能在真正的舞台实践中脱颖而出，令人注目。而由戚雅仙所建立的晋安越剧团，更是为戏迷朋友们奉献了无数经典的剧目，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肯定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，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。当然，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，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。